關注女性健康，由而家開始。你知唔知啊？亞洲女性呢，普遍係缺乏嘅微量營養素，好似鐵質啊、葉酸啊，同埋維他命 B12啦。首先呢，有一個育齡期嘅營養需求啦。當一個女性呢，佢係由佢開始有經期，去到佢停經個期間呢，佢需要一個好好嘅環境呢，俾佢準備生育嘅。所以咧，係攝取富含一啲鐵質嘅食物咧，係好重要嘅。配搭一啲含有豐富維他命 C 嘅蔬果啦，而去促進佢一個鐵嘅吸收。更年期嘅營養需求啦，攝取蔬果、全穀物、Omega-3 脂肪酸同埋可溶性嘅膳食纖維，有助維持健康嘅膽固醇水平同埋體重。呢方面係好緊要啦。而從40歲起呢，我哋要定期去做一啲訓練肌力啦，同埋攝取一啲充足嘅蛋白質。咁究竟要攝取幾多蛋白質先至足夠呢？咁俾大家一個例子啦。如果一個成年女性佢係50公斤嘅話呢，佢乘翻咧係1至1.1克嘅蛋白質咧每日。咁如果佢需要係做運動或者需要多啲體力嘅話呢，佢需要乘翻咧1.2至1.5克嘅每日嗰個攝取量。咁佢優質嘅蛋白質嚟自咧係可能係啲瘦肉啊、魚類啊、雞蛋啊、豆製品啊，呢啲咧都係比較優質嘅蛋白質。咁需要大家咧就係每日都要吸收到嘅，係維持呢個肌肉嘅生長同埋脂肪嘅燃燒啦。我哋要記得要80% 營養，20% 運動，記得啦。